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因为黄霜雨的方面，所以今仔日台湾各地继续来落雨。这个雨主要是落伫西半部甲东半部。那这个下晡咧，中部以北的雨是比早起较大哦。到阴暗，雨就会较停。明仔载的天气嘛是差不多这种的状况。气象局讲，后礼拜一就会较稳定。 降雨的范围依旧是比较全面一些，特别是集中在西半部地区、东北部地区这几个地方。中午过后，在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，比起上午可能来得显著一些。而入夜之后呢，感受上面又更加的缓和。这大概是今明2天的情况，雨是朝缓和路线去前进的。气象局讲，虽然这几天也是会落雨，但是整体雨势比前几天较少咯，落雨的浪棚嘛较多。 后礼拜一开始转西南风，各地是侪云好天，甚至会翕热。过昼较会落雷阵雨，这就是属于上界正港的热天的天气咯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